呢間屋我勸你唔好買，因為你一踏入去就翻唔到轉頭。賣嚟睇154方，南北對流，送47個方，雙套間設計，客廳風圓窗，大到可以打太極。我呢個唔係標題黨，我跟住落嚟逐忽逐忽話你知。入門就有入戶花園，出邊啲樓盤啊，呢個位置要你俾足建築面積。呢間房直接送，你放鞋櫃、放 BB 車、掛遮、放張換鞋凳，甚至擺個魚缸都得，唔使再喺門口擺埋一堆鞋。朋友嚟到都話你屋企企理。再嚟餐廳旁邊啊，居然有個獨立嘅陽台。你試過夏天食飯食到身水身汗未？呢度打開門，風由呢邊直接吹入嚟，曬衫透氣。呢個位又多個功能房，餐廚一體嘅設計。以前煮飯係點？老婆喺廚房對住油煙機孤軍作戰，老公喺廳睇電視食花生。而家呢，你喺度切菜，老公喺隔離洗米，仔女喺餐台剝蒜頭，一家大細有傾有講，煮飯都煮得開心過食自助餐，唔使再自閉，返屋企煮飯就係咁自然。你望下呢條河，無遮擋，永久河景。重點嚟啦，客廳呢個陽台已經幫你封好窗，封窗有咩好？兩個好處。第一，原本陽台嘅位變埋室內，成個客廳即刻向外延伸。你而家睇到呢度，放完梳化仲可以放張按摩椅，細路喺呢度踩滑板都得。第二，隔音隔塵，你坐喺梳化睇電視，出邊落大雨都聽唔到。但最緊要係咩啊？封咗窗唔代表冇風，因為呢間屋係南北對流，餐廳旁邊都有個開揚嘅陽台，主人房又有窗，風由嗰邊入嚟，廳向呢邊出風，一樣涼浸浸，等於你呢間屋裝咗個天然大風扇，夏天開冷氣都慳電費。全屋4間房，3個廁所，2個套間，前面嗰間主人房自己個廁所，隔離呢間長輩房自己有一個廁所，再加埋廳嗰個客廁，全屋3個廁所。你諗下朝早嘅場面，你要上廁所，老豆要剃鬚，老婆要化妝，仔要洗面。以前一間屋一個廁所，簡直係第3次世界大戰。呢度你喺廳廁所慢慢坐，老豆用房間廁所慢慢提，老婆用主人房廁所慢慢化，3個字冇得爭。你話呢間屋係咪家庭和平大使？而且呢間長者套房，老人家住啱晒，半夜起身去廁所唔使行出走廊，唔使經過客廳，喺自己房搞掂晒。仲有第4間房做書房、工人房、BB 房，甚至雜物房任你玩。建築面積154方，送47個方，使用率達到100%，即係你俾緊154方嘅錢，住緊200方嘅空間。47個方有幾大？差唔多等於多間主人房咁大。最重要係全新裝修，連天花、廚房廚具啊，全部做好晒。你淨係拎個手袋就入住，慳返半年裝修監工同師傅拗數嘅命。咁把炮嘅樓盤，你估下要幾錢？你而家馬上立刻打開私信，打3個字裕華庭俾我同你約時間。你自己大把尺過嚟，自己度我講嘅每一句話，你都可以自己證實。手快有，手慢冇。你唔私信，你隔離個同事就會私信我。